再来看这个立法院进行伫冲突的状况下，通过宪法诉讼法、财政收支划分法、甲选罢法的修法。面对着朝野目前对立的局面，总统赖清德趁早起元旦讲话，是主动来讲到这三大法案。总统嘛讲，伊已经邀请到立法院长韩国瑜代表国家到美国庆祝着川普来就任。伊嘛按算伫韩国瑜要到美国进前，邀请因到总统府林家卑来讲国家大事。天色渐渐光，元旦升旗，总统赖清德、副总统萧美琴同齐开嘴唱国歌。这当唱完，赖总统头我过，随主动和立法院长韩国瑜也笑底去。头一摆元旦当会，总统赖清德主动先来讲，若被下杀的选罢法、财委法，和行政院提出复议的宪诉法，对中央带来大影响。国内的政治纷争必须在宪政体制内，立法院所通过的争议性法案，行政院有权提出复议。我期待财划法的修法。朝野政党能够就各自的版本冷静再思考。过要如何化解双边道无人让的局面？赖总统透露计划，是要约韩国瑜院长林家卑。在韩院长率领朝野代表启程之际，邀请他们到总统府来一起喝咖啡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国家的大事情，也希望大家能够。一起合作。赖清德合作，唔拿嘴直咧讲，佮要付诸行动。毕竟台湾拿内政面对挑战，嘛要抵抗中环威胁。要求网安讲到台湾超过10万人有中国身份证，恐惊造成国安危机。台湾有一句俗语啦，免钱的上贵，他们可以很大方的、正大光明的跟台湾进行交流合作，不必采取这些。方法赖清德嘛呼吁台湾人自由甲钱袂彼此，说落来要如何团结朝野两岸边境交流，将做赖总统新一年的重要课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